呢度嘅業主都唔係長住啦，買嚟度假，有時候自己過嚟改善下心情所以買啲家私嘅話比較簡單如果你對家私有要求嘅話，到時候可以自己佈置翻咯市場嘅話，從呢度小鐵門過去嘅話，大概係3到5分鐘左右行路都係去到達啦然之後呢邊行過去嘅話，就係我哋一個海邊嘅10.8公里嘅一個綠道啦。就係晚黑嘅時候咧你食飽飯啦冇咩事做嘅話，想呼吸下新鮮空氣啦上去散下步啦嗰個綠道嘅話係非常之唔錯嘅我企喺陽台呢個位置咧，係一個朝正南向可以睇到海景嘅攝影師放大睇下可以睇到海景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阿俊一日冇見咧，隔三秋而家我身處嘅位置咧係石嶺銀灘三期海逸灣北區呢個小區啦海逸灣北區呢個小區嘅話有4棟組成嘅然之後咧都係3房2房嘅戶型嚟嘅，都係通型氣70年住宅嘅然之後咧去我個市場嘅話100米左右都可以到達啦呢個小區嘅話有個小門可以出去嘅，好方便然之後咧去沙灘嘅話咧呢個小區嘅話都好近嘅，去沙灘去綠道去邊嘅話都好近嘅，但係大概都係3-5分鐘左右可以到達啦。然之後咧前面嘅話有個幼兒園咯，文化幼兒園。然之後石嶺銀灘啦，水藍天嘅話樓下嗰度都有一個幼兒園嘅有2個幼兒園呢邊，所以話呢個地段嘅話仲係唔錯嘅都好旺。然之後咧樓下面嘅話商鋪嘅話都係開滿咗嘅就係咧你停車嘅話咧只可以停喺度路上面咯不過電動車嘅話小車嘅話都可以有地方充電嘅，呢個都係冇問題嘅。然之後咧今日我哋睇嗰度單位嘅係6樓，然之後咧一個朝南向嘅2房2廳1衛嘅都可以睇少少海呢套屋嘅狀態嘅話咧係一個拎包入住嘅狀態咯家私嘅話咧都係比較新淨啲嘅。然之後而家市面上嘅話俾佢9樓層嘅話都要賣到31萬8呢個價錢，不過咧呢套嘅話27萬5就可以搞掂噶業主都係香港人嘅，都比較實在啲呢套屋嘅話買來58萬啦都係冇咩住嘅。然之後咧佢而家住唔上，喺嗰度中山嗰邊買咗樓咯，所以呢套屋嘅話要吉售比行情價低咗3皮嘢出咗佢。好啦，而家除咗我哋鏡頭，我哋係望下呢套屋啦。好啦，而家我哋嚟到呢個單位嘅樓上啦我而家嘅樓層咧係6樓，然之後咧總層高都係30樓嘅呢個係2房2廳1衛67平方嘅我企喺陽台呢個位置咧係一個朝正南向可以睇到海景嘅攝影師放大睇下可以睇到海景嘅，非常之開闊景觀。然之後樓下嘅話商鋪嘅話全部都係開滿咗嘅樓下可以有我哋公交站啦然之後咧去我哋3期嘅交通巴士去深圳過嚟交通巴士上落點嘅話都係非常之近嘅，呢度過去嘅話3-5分鐘可以到達啦然之後咧嚟我哋仁富市場咧，開頭嗰邊都講晒啦，去我哋仁富市場嘅話，從呢度小鐵門過去嘅話，大概係3到5分鐘左右行路都係去到達啦然之後呢邊行過去嘅話，就係我哋一個海邊嘅10.8公里嘅一個綠道啦。就係晚黑嘅時候咧你食飽飯啦冇咩事做嘅話，想呼吸下新鮮空氣啦上去散下步啦嗰個綠道嘅話係非常之唔錯嘅然之後咧睇翻呢個陽台啦呢個陽台嘅話有少少海景咯。然之後咧採光嘅話係朝正南向嘅，採光嘅話梗係唔差噶啦，係咪？不過今日係陰天啦睇咩冇陽光從早上10點鐘左右嘅話太陽嘅話可以從上面慢慢曬落嚟咯曬到下晝都係有太陽嘅，大概係下晝4點鐘左右都係有太陽嘅睇翻個陽台啦呢個陽台嘅話係5.3平方嘅面積嘅呢個陽台係5.3平方嘅面積嘅然之後咧業主拉埋一個鐵絲網咯業主係做埋一個鐵絲網嘅，不過呢個鐵絲網咧冇到底，都係呢半腰呢度做嘅，欄杆上面做嘅，比較實用啲好啦，睇翻嚟呢個頂嘅位置啦，天花嘅位置啦
天花嘅位置咧情況嘅話，非常之好啦，唔會甩皮嚇，唔會甩皮，唔會爆拆，非常之好。不過咧呢個業主嘅話咧，攝影師睇呢度。不過呢個業主嘅話咧，擺咗個空調外機喺呢度咯，到時候嗌個高空作業師傅咯，可以擺低外面呢度去嘅，可以舉外面去嘅，都係冇問題。只係當時嘅話，呢個業主考慮嘅冇咁周全咯，冇咁周到咯，考慮得。好啦，入翻嚟呢個內部情況呢度啦，呢個屋嘅狀態嘅話咧，都係拎包入住嘅狀態嚟嘅，可以睇到家私嘅話都有八成新左右啦，8成新左右。不過咧可以睇到呢種家私嘅話都係有少少年代感噶啦，就係呢度嘅業主都唔係長住啦，買嚟度假，有時候自己過嚟改善下心情所以買啲家私嘅話比較簡單如果你對家私有要求嘅話，到時候可以自己佈置翻咯空調嘅話都係有埋嘅都係一個格力嘅立式空調都係有埋嘅，空調都係有埋。然之後窗簾嘅話咧，都幫你做咗啦，所以達到一個拎包入住嘅狀態啦整屋嘅牆面嘅話都好保持嘅好新淨保持到9.9差唔多啦好新淨，唔會開裂，唔會發霉呢個牆面嘅話係俾業主自己重新批過漆，嗌個師傅批過漆使咗差唔多1萬蚊全屋批過漆嘅所以話保持嘅狀態同新房嘅漆面係一樣嘅電視都有埋啦，電視機就送俾你噶，全屋嘅家私都係送俾你只有個私人物品嘅話咧，佢有自己攞走嘅。呢個電視機咩牌子都睇唔到，唔知咩牌子嚟嘅，都仲可以50寸差唔多啦50寸差唔多都可以睇嘅。呢個電視都冇壞可以用嘅然之後咧呢個單位嘅話係67平方嘅，所以睇到呢度入戶呢度嘅話係比較窄啲嘅係67平方嘅一個單位。69嘅話咧，佢就比較闊落啲咯，呢度比較闊。好啦，我哋而家嚟睇下呢個次鑊啦。次鑊嘅話咧係7.8平方嘅面積業主擺咗一個單床1.5米嘅單床，可以睇到幾市正下嘅就係2個人瞓都可以呢邊有2個枕頭2個人瞓都可以嘅。上面嘅話就係可以放啲書雜物衫跌翻起嚟都可以放啲裏面去嘅，都係冇問題嘅然之後上面嘅話仲可以放嘢好實用，呢個床好實用。可以睇到呢個床嘅話而家都好少好少呢種床，比較少啲，一般都係上下床嗰種咯然之後地板嘅話咧，保持深度仲可以啦，唔會反起嚟，唔會發霉唔會翹起身，保持深度可以，仲可以用唔使你又嗌師傅又使錢又使時間，係咪？唔使啦，直接可以煮翻。呢邊嘅話業主係擺咗一個電腦台嘅就係用嚟放路遊戲放電腦平時睇下電影電腦放呢度睇下電影都可以睇到我哋一啲少少嘅虛景咯外面嘅話可以睇到我哋少少虛景嘅然之後咧呢邊嘅窗簾嘅話都係做埋嘅。南北通透嘅話咧佢夏天個風咧比較涼爽啲比較通風。然之後不過業主亦都係裝埋一個空調嘅業主都係裝埋一個格力嘅空調咯都可以用翻嘅，空調都係好嘅。好啦，睇翻一個主鑊呢個位置啦。主鑊嘅話係一個超大嘅落地窗啦呢個主鑊嘅話係10.6個平方嘅面積然之後採光嘅話有太陽嘅時候咧都可以直接曬入嚟嘅呢個太陽因為樓層都唔低6樓都係可以呢邊嘅話都係睇到我呢個虛景嘅，27萬5呢個價錢仲可以睇虛景，仲係朝南嘅下面嘅話離沙灘、超市市場、交通中心都非常之近，地理位置都可以，所以話呢套屋嘅話仲係一個拎包入住嘅狀態非常之唔錯，非常之大，如果買嚟。你主要嘅話咧係擺咗一個
1米8嘅牆咯。呢個顏色嘅話都係全部家私顏色嘅話都係成套嘅同個客廳嘅台啊都係一樣嘅成套嘅，然之後主臥嘅上下牆啊都係成套嘅，所以搭配起身睇起嚟唔會亂糟糟都係整體嘅，睇起比較舒服啲。然之後空調都係帶埋啦客廳啊2個房間啊都係有空調嘅。然之後咧，成屋嘅側面嘅話咧，保持深度都可以保持深度可以，肉眼可以睇到，保持深度可以，唔會甩皮同新嘅一樣，非常之靚仔。地板都係唔會有空格唔會反起身，唔會發霉所以買嚟嘅話唔使整，都可以直接入住。睇翻嚟呢個洗手間啦，呢個洗手間嘅話係3平方嘅面積咯，可以企得一個人沖涼咯。然之後咧呢邊嘅櫃嘅話咧都係幫你做好嘅，馬桶嘅話咧都係開發商一齊精裝修交付俾你嘅然之後咧個大濾鏡咯，呢邊有個大濾鏡，呢邊個大濾鏡。呢個放儲物架嘅話係業主自己裝嘅，呢3個儲物架可以放毛巾洗漱用品都可以放呢度啦然之後呢邊咧都有埋一個窗戶嘅可以達到一個通風嘅效果通風嘅效果，即係沖涼嘅時候咧，窗戶可以打開少少咯，都係冇問題嘅。好啦，睇翻嚟廚房啦，可以睇到啦，而家廚房嘅位置嘅話，業主係擺咗一個單開門嘅冰箱喺呢度啦，係一個可以牌子嘅，係1級能耗嘅然之後上面嘅話係我一個櫃啦，雙開門嘅櫃，呢個冰箱都可以用翻啦，就係下面嘅話係一個冷藏嘅冷藏雪藏嘅，上面嘅保鮮嘅都可以用翻。呢個冰箱而家都係可以開緊嘅，呢個冰箱都可以開緊嘅，都可以用翻嘅。呢邊嘅話仲有位置咯，業主係擺咗一啲碗筷放呢度咯，仲擺咗一個上下個架咯，放呢度咯。空間咧足夠大嘅，係一字排開嘅一個廚房咯，可以睇到好多櫃呢度。有三個櫃，呢邊都有一個櫃埋，3個櫃，然之後上面都係1個、2個、3個櫃喺呢度嘅。下面呢度嘅話可以整翻一個超度櫃咧，都可以放碗筷比較衛生啲咯，可以放呢度呢個2個位置，就係有少少氧化咯就係呢個櫃嘅外面有啲少少氧化，問題唔大，可以用翻。不過咧都有6、7年咯，有幾6年都6、7年咯。呢邊嘅話，業主係用電嘅，冇用燃氣做飯，係用電嘅。就係到時候咧，你有要求嘅話咧，可以嗌翻個師傅啦，呢個大個窿，然之後裝翻個燃氣照落去就可以啦，就可以煮飯噶。洗手盆嘅話就係只有一個啦，洗菜呢度洗菜，呢度做飯啦，做海鮮呢度可以運成嘅，呢度係冇問題嘅。好啦，入翻嚟呢個3個陽台啦，3個陽台咧。都係擺洗衣機嘅位置啦，呢度放啲洗衣機嘅位置啦，都係一個可以排嘅洗衣機同嗰個冰箱喺度一樣嘅，電器牌子都係可以嘅除咗呢個空調嘅話係格力嘅。然之後咧上面嘅話業主係冇用過燃氣沖涼啦係冇用呢個熱水器嘅，係用咗一個電熱水器咯，就係用電加熱嘅。不過呢種嘅話咧比較唔實用啲，可以睇到有少少漏水，呢度少少漏水。冇咁安全，就係到時候咧，裝咗燃氣之後咧，呢個裝個燃氣表之後咧，就可以買個熱水爐啦，放呢度啦，然之後咧可以通過燃氣嘅話咧就沖涼啦，燃氣通過呢度，然之後加工熱水器一燒開嘅話就係用熱水器沖涼啦，比較方便啲嘅呢種就比較有年代感啦，以前都係用呢種嘅，13年左右就有啦，係用呢種嘅。就係可能業主冇時間去整翻呢個燃氣表太忙嘅。可以睇到業主嘅話住嘅話可能有住過一段時間，不過咧打掃嘅話都係乾淨啲嘅，保持到就係挺愛惜呢套屋嘅然之後咧業主仲封埋個窗戶咯仲封埋個窗戶。呢個窗戶嘅話咧同戶型嘅話我都封咗一個，幫個客戶封咗一個，都要2200蚊左右嗌個師傅幫佢封都要2200蚊左右。然之後都係斷橋嚟嘅，質量都比較好啲嘅。好啦，
而家講返嚟呢套單位啦。呢個單位係6樓，67個方，做到一個2房2廳1衛嘅。然之後咧，陽台嘅話，然之後我哋2個房間可以睇到海景咯。然之後都係朝南嘅，南北通透嘅戶型。風太大啦，呢個門嘅話，我而家都唔打開嚟，風太大啦。我閂起你呢個門。而家最尾嘅價錢咧係27萬5呢個價錢。業主係香港人，比較好講嘢少少。呢個價錢仲可以傾嘅。如果你真係神聖想要嘅話，呢個單位價錢仲可以傾。同戶型再買嘅話咧，樓上有一套23樓啦，有一套15樓啦，價錢都要賣到31萬8呢個價錢，仲係空房嚟嘅，隔屋嚟嘅，係冇家私嘅，咩都冇嘅。所以話咧，買呢種家私嘅話，隨便便都有2皮嘢左右啦，係咪？2-3皮嘢係要嘅。如果質量買好啲嘅，買品牌家私都要呢個價錢嘅。好啦，如果對呢套單位感興趣嘅 fans 咧，可以掃描我上方嘅2維碼啦，可以通過 WhatsApp 或者微信私信我啦，私信阿俊。好，咁多好房源，持續關注阿俊新推出嘅房源啦，可以點翻個訂閱啦，或者點翻個讚啦。好，多謝大家。